觀世音菩薩普門品。眾生受諸苦惱，聞係觀世音菩薩，一心稱名，觀世音菩薩即時觀其音聲，皆得解脫。若有持係觀世音菩薩名者，切入大火，火唔可以燒，又係菩薩威神力故。若為大水所漂，稱其名號，即得淺處。若有百千萬億眾生，為求金銀琉璃渠瑪瑙珊瑚琥珀珍珠等寶，入於大海，假使黑風吹其船舫，飄墮羅剎鬼國，其中若有乃至一人稱觀世音菩薩名者，係諸人等，皆得解脫羅剎之難。以係因緣名觀世音。若復有人臨當被害，稱觀世音菩薩名者，彼所執刀杖尋斷斷壞，而得解脫。若3000大千國土滿中夜叉羅剎欲來惱人，聞其稱觀世音菩薩名者，係諸惡鬼尚唔能夠以惡眼視之，放伏加害。切復有人若有罪若無罪，醜械枷鎖檢繫其身，稱觀世音菩薩名者，皆悉斷壞，即得解脫。若3000大千國土滿中怨賊，有一商主將諸商人持重寶經過險路，其中一人作係唱言：諸善男子，勿得恐怖，汝等應當一心稱觀世音菩薩名號，係菩薩能以無畏施於眾生。汝等若稱名者，於此怨賊當得解脫。眾商人聞，俱發聲言：南無觀世音菩薩，稱其名故，即得解脫。無盡意。觀世音菩薩摩薩威神之力，巍巍如是。若有眾生多於淫欲，常念恭敬觀世音菩薩，便得離欲；若多如痴，常念恭敬觀世音菩薩，便得離痴。無盡世音菩薩，稱其名故，即得解脫。無盡意。觀世音菩薩摩薩威神之力，巍巍如是。若有眾生多於淫欲，常念恭敬觀世音菩薩，便得離欲；若多瞋恚，常念恭敬觀世音菩薩，便得離瞋；若多如痴，常念恭敬觀世音菩薩，便得離痴。無盡意。觀世音菩薩有如是等大威神力，多所饒益，係故眾生常應心念。若有女人切欲求男，禮拜供養觀世音菩薩，便生福德智慧之男；切欲求女，便生端正有相之女，宿值德本，眾人愛敬如係觀。無盡意。觀世音菩薩有如係力。若有眾生恭敬禮拜觀世音菩薩，福不唐捐，係故眾生皆應受持觀世音菩薩名號。無盡意。若有人受持62億恒河沙菩薩名字，復盡形供養飲食衣服臥具醫藥，於汝意云可。係善男子善女人功德多5。無盡意言甚多。世尊，佛言：若復有人受持觀世音菩薩名號，乃至一時禮拜供養，係二人福，正等無異，於百千萬億劫，唔可窮盡。無盡意。受持觀世音菩薩名號，得如係無量無邊福德之利。無盡意菩薩白佛言：世尊，觀世音菩薩云何遊此娑婆世界？云何而為眾生說法？方便之力，其事云何？佛告無盡意菩薩：善男子，若有國土眾生應以佛身得道者，觀世音菩薩即現佛身而為說法；應以辟支佛身得道者，即現辟支佛身而為講法；應以聲聞身得道者，即現聲聞身而為說法；應以梵王身得道者，即現梵王身而為說法；應以帝釋身得道者，即現帝釋身而為說法；應以自在天身得道者，即現自在天身而為說法；應以大自在天身得道者，即現大自在天身而為說法；應以天大將軍身得道者，即現天大將軍身而為講法；應以毗沙門身得道者，即現毗沙門身而為說法；應以小王身得道者，即現小王身而為說法；應以長者身得道者，即現長者身而為講法；應以居士身得道者，即現居士身而為說法；應以宰官身得道者，
即現在觀身而為說法。應以婆羅門身得道者，即現婆羅門身而為講法。應以比丘、比丘尼、優婆塞、優婆夷身得道者，即現比丘、比丘尼、優婆塞、優婆夷身而為說法。應以長者、居士、宰官、婆羅門婦女身得道者，即現婦女身而為說法。應以童男童女身得道者，即現童男童女身而為講法。應以天、龍、夜叉、乾婆、阿修羅、迦樓羅、緊那羅、摩睺羅伽、人、非人等身得道者，即皆現之而為說法。應以執金剛神得道者，即現執金剛神而為講法。無盡意係觀世音菩薩成就如係功德，以種種形遊諸國土，度脫眾生。係故汝等應當一心供養觀世音菩薩。係觀世音菩薩摩薩於怖畏急難之中能施無畏，係故此娑婆世界皆號之為施無畏者。無盡意菩薩白佛言：世尊，我今當供養觀世音菩薩，即解頸眾寶珠樂，價值8,000兩金而以與之。作係言：仁者，受此法施珍寶樂。時觀世音菩薩唔肯受之。無盡意復白觀世音菩薩言：仁者，愍我等故受此樂。爾時佛告觀世音菩薩：當愍此無盡意菩薩及四眾天、龍、夜叉、乾婆、阿修羅、迦樓羅、緊那羅、摩睺羅伽、人、非人等故受係樂。即時觀世音菩薩愍諸四眾及於天、龍、人、非人等受其樂，分作二分。一分奉釋迦牟尼佛，一分奉多寶佛塔。無盡意觀世音菩薩有如係自在神力，遊於娑婆世界。爾時無盡意菩薩以偈問曰：世尊妙相具，我今重問彼，佛子何因緣，名為觀世音？具足妙相尊，偈答無盡意：汝聽觀音行，善應諸方所，宏誓深如海，力劫不思議，是多千億佛，發大清淨願。我為汝略講，聞名及見身，心念唔空過，能滅諸有苦。假使輕害意，推落大火坑，念彼觀音力，火坑變成池；或漂流巨海，龍與諸鬼難，念彼觀音力，波浪唔可以舞；或喺須彌峰，為人所推墮，念彼觀音力，如日虛空住；或被惡人族墮落金剛山，念彼觀音力，唔能夠損一毛；或直怨賊擾，各執刀加害，念彼觀音力，咸即起慈心；或遭惶難苦，臨刑獄受中，念彼觀音力，刀尋斷斷壞；或囚禁枷鎖，手足被醜械，念彼觀音力，釋然得解脫；咒咀諸毒藥，所欲害身者，念彼觀音力，中着於本人；或遇惡羅剎、毒龍諸鬼等，念彼觀音力，時息唔敢害；若惡獸圍繞，利牙爪可怖，念彼觀音力，疾走無邊方；蚖蛇及蝮蠍，氣毒煙火燃，念彼觀音力，尋聲自回去；雲雷鼓掣電，降雹樹大雨，念彼觀音力，應時得消散。眾生被困厄，無量苦逼身，觀音妙智力，能救世間苦。具足神通力，廣修智方便，十方諸國土，冇剎唔現身。種種諸惡趣，地獄鬼畜生，生老病死苦，以漸息令滅。真觀清淨觀，廣大智慧觀，悲觀及慈觀，常願常瞻仰。無垢清淨光，為日破諸暗，能伏災風火，普明照世間。悲體戒雷震，慈意妙大雲，樹甘露法雨，滅除煩惱焰。誦經觀處，怖畏軍陣中，念彼觀音力，眾怨悉退散。妙音觀世音，梵音海潮音，勝彼世間音，係故須常念。念念勿生疑，觀世音淨聖，於苦惱死厄，能為作依護。具一切功德，慈眼視眾生，福聚海無量，係故應頂禮。爾時持地菩薩即從座起，前白佛言：世尊，若有眾生聞係觀世音菩薩品，自在之業，普門示現神通力者，
當知係人功德唔少。佛話係普門品時，眾中84000眾生皆發無等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，